很感慨，爱你仍然不住地落来。世界有那一天数点在，快世界有一天在啊，有个结果，有人在，就会现在。心中加应该。在这里本来天天在你来我在天地徘徊，了地来主宰，在主良心在，我们所受该，我了我离开，的实在。他是有的实在，一心因他体现因灵在。有一天，天的大开，因所以我自拜。心里都在爱，你留在口海。共下存在，有几多爱，轻轻诉给你爱。哦，越南的。他是越南的前线，他也是在，伊嘛是伫咱家前靠的，但是伊是华裔崇德，有咱家无越南班，所以到尾也点出，伊迄阵伫咱家的时阵，伊还袂前靠，伊拄好一个因缘际会啦，拄好叫我同过，所以到尾来咱家讲，来咱家做伙是，伊来的时阵。因为是越南，所以越南也有那里的点传师。你知不知道他的点传师打电话给我时，他说：“姐姐，阿兰是一个很好的人才，因为伊的这个去台湾嘛，希望我们一起让他成长。咱感觉阿兰到尾以前靠了，伊今天做看护，我拢会问着。”伊当着，伊就袂敲电话。我会叫伊实在应该是汪大哥啦，叫汪大哥的迄个资源啦。汪大哥伊就介绍我叫阿兰熟识啦。阿兰是一个真正有够真的前线啦。伊敲电话我讲姐姐，我要赚多的钱，我要赚这济钱。因为我的愿望就是，我要等于活动，阮兜。起一间，啥物活动？我要有我的爸爸、甲我的妈妈、跟弟弟，拢会当伫活动，会当导演前靠。咱讲伊的志愿啊，他的愿力有多大？一定5年的时阵，有翕相啊。姐姐，我跟你讲，一个卡电话，讲到好出来，我的愿望已经达成了，我今天的活动都成。
啊，报道就是咱啥物拢无欠，咱欠咱的农业，咱在座包括学校，咱拢欠农业，吼，啊，所以咧，学校对这个阿兰真正有够赞嘛，吼，天在，表扬天在，天在，天在，公公在。